人民世间人上帝，我们继续为着百里缤纷复杂的事件来祈祷。其中已经有侪人死失，求你安慰这个悲伤的家属。另外，也有侪亲人朋友伫甲死神交战，陷落伫危险痛苦中间。恳求你施恩显出你医治的心热，互因会当脱离危险，渐渐恢复健康。相信阮也要感谢遐个医护人员热心的志工朋友，因无暝无日的照顾，抢救因的性命。求你纪念因，一切会好所行。也求你唤起阮的政府官员，着负起监督的责任，来维护管理阮大家出入活动的场所，谨慎检查安全的设施，通来保护阮生命的安全。